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丽莎。台湾有真侪好食的果子，大家定定食。毋过恁讲知影因台语安怎讲？即摆就互丽莎来介绍，互恁知。因为果子实在是有太侪种啊，所以我应该是会甲分做4集。春夏秋冬4个季节来为大家做介绍。咱即摆要先来介绍的是秋天9月份到11月份的果子。娃娃 TV。高头果，高头果有青色甲黄色的。高头果的生产期是9月份到过当年的4月份。苹果、冷果，冷果是日本发音。苹果、冷果的生产期是9月份到12月份。柿仔、红柿，柿仔嘛会当叫做红柿。柿仔、红柿的生产期是9月份到11月份。甘蔗，甘蔗有白甘蔗甲红甘蔗。甘蔗的生产期是10月份到过当年的5月份。杨桃，杨桃的生产期是10月份到过当年的3月份。柑仔，柑仔有分少侪种，亲像10月份到11月份会当食到的青皮碰柑，1月份到2月份会当食到的碰柑，甲2月份会大出的汤柑。柑仔的生产期是10月份到过当年的3月份。柳丁，柳丁嘛算是柑仔家族的。柳丁的生产期是11月份到过当年的1月份。莲雾，莲雾的生产期是11月份到过当年的7月份。枇杷，枇杷的生产期是11月份到过当年的5月份。好，以上就是9种伫秋天生产的果子，提供互大家参考一下。毋过这嘛无一定准，因为即马农业的技术真进步，真侪果子基本上伫4季拢食会到，而且有的果子有几来品种，因的收成时间嘛会无同，所以以上的生产时间敢若会当参考尔。好，接下来咱来复习今仔日所学的果子。高头果，高头果。苹果、冷果，苹果、冷果。柿仔、红柿，柿仔、红柿。甘蔗、白甘蔗，红甘蔗。甘蔗、白甘蔗，红甘蔗。杨桃，杨桃。柑仔、青皮碰柑，碰柑。汤柑。柑仔、青皮碰柑，碰柑。汤柑。柳丁，柳丁。莲雾，莲雾。枇杷，枇杷。好，大家拢学会晓啊吼！今年秋天会当去找这果子来食哦。我是丽莎，今仔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咱们我市站该分享出去，也要电话观众朋友嘛，袂就我直接电话来看几个新移动啊，来开始输入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就是丽莎会员这都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丽莎嘛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啦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